今年北区伫公里里长的热心推荐甲公所信息，总共表扬14位模范母亲。伫议员陈丁、沈振东的见证，区长李芳兴5号上午亲自颁奖典礼，会中里长联会会长童小云等贵宾嘛共同献上礼品，场面相当温馨。伊伫所有表扬母亲当中，年岁上大就是90岁洪鹤女士，面对获奖相当欢喜。足欢喜。我囝拢来，家族啊拢来，我足欢喜，我老人足欢喜。有啥物特别的感想无？啊，你欢喜就好啦，欢喜，啊，你90岁啊。好，那这一次北区总共有14位模范母亲获奖。那公所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在公开场合来表扬这些模范母亲，也感谢他们这一辈子的辛苦，来贡献给家庭。那让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能够平安顺利的长大。也这边也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，在这个特别的节日，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、幸福的一个身体。据了解，去年因为疫情关系，公所取消公开表扬典礼，你是亲自将匾仔送到模范母亲的厝内。今年疫情得到控制，所以才发动大家再次组织，共同来见证母亲的伟大甲荣耀。当然嘛，希望将这群妈妈对家庭、对囝儿爱，甚至参与公共事务、服务社会的心，成为后辈模范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